Generation。你正在收睇嘅係 Generation。この番組はご覧のスポンサーの提供でお送りします。萬眾期待嘅傑作版《Ultraman G》嘅觀後感影片咧，終於都面世啦！因為較早嘅時間咧就發佈過中文版，一次喺啲 SNS 啊、forum 啊、blog 等出現呢啲咁樣嘅相關資訊、劇透、截圖，咁想等呢啲 source，甚至有觀眾喺個影片入邊留下咗關於呢一部電影嘅 message， 我死都唔睇，死都唔擋，就係引到正式版出現。接落嚟就等我講下關於呢一部電影嘅觀後感啦。喺我進入正題之前，如果你係第一次瀏覽我嘅 channel， 咁我 channel 主要係分享日本特攝、日本動漫同埋日本文化嘅 tema， 間中咧都會分享啲大眾話題同埋生活小品。咁如果你覺得我呢條片幾唔錯嘅話咧，歡迎 subscribe 我 channel 同 share 條片出去啦。事不宜遲，馬上開始。Ultra Series 進入平成時代之後，幾乎每一部作品咧都一定會有一部電影版嚟交代 TV 版嘅前因後果或者係劇情延續嘅發展。Ultraman G 都唔例外。新聞 Bell 個仔無疑係呢一部作品嘅焦點，劇組根本落咗更多嘅功夫咧嚟描述男主角身心上嘅成長，或者係彌補 TV 版嘅不足啦。咁啊難怪嘅 TV 版除咗男主角，所有主要角色嘅性格都可以講係描述到相當充足啊。反而身為男主角，無論係心智上或者係 setting 上，都可以講係到喉唔到肺啊，實在係有啲嘥。因此劇組咧就痛改前非，喺劇場版入邊將所有嘅焦點集中喺男主角嘅身上，好等觀眾通過呢一部電影嚟睇到男主角健康嘅成長史。呢部影片嘅舞台就喺琉球群島，亦都係大家熟悉嘅 Okinawa Camp。喺過去嘅 Ultra Series 嘅劇場版入邊，呢部算係首部以 Okinawa Camp 為舞台。本身呢一部電影版喺拍攝諸島 TV 版嘅時候咧，同時進行拍攝嘅。相信喺寫 TV 版嘅劇本嘅時候咧，就會有咁樣嘅安排啦。至於點解會選擇 Okinawa Camp， 首先 Ultraman 嘅金牌編劇家 Kinjo Tetsuo-san 係出生於 Okinawa Camp 嘅，因此為咗紀念佢咧，劇組就決定將呢一個舞台 set 喺 Okinawa Camp 啦。再嚟 Okinawa Camp 係有屬於佢自己獨特嘅文化。雖然當年嘅琉球王國時期俾日本侵佔兼統治，但係有好多琉球文化咧仍然就係俾流傳落嚟嘅。例如喺劇中所顯示嘅 Okinawa Camp 傳統民族舞蹈 Esa， 係 Okinawa Camp 特有嘅民間藝能。喺鬼節嘅時候，一班琉球年輕人一邊唱住歌，一邊奏樂喺地方道路上邊跳舞遊行，加上由琉球王國時代所流傳落嚟嘅一啲古代神話，劇組就將呢啲神話融入喺呢部作品入邊，從而將呢啲美好神話故事同埋充滿神秘嘅氛圍咧傳達俾觀眾。其中劇中有一位日本人氣演員Otokaria Yuka 所飾演嘅角色，呢個角色嘅原型係琉球當最古老嘅神話人物Amami Kyo嘅傳說為藍本。話說Amami Kyo係來自天界嘅女神，奉天帝之命創立咗琉球群島。後來天神Amami Kyo咧就落凡，由天帝賜予草木土石，造成島嶼，繁衍後人，延續17000年。另外一個係 Okinawa Camp 最出名嘅守護神 Caesar， 喺琉球群島等地設立喺建築物嘅門或者係屋頂、村落嘅高台等處嘅獅子像，係用嚟替人家宅村落辟邪化煞。如此高人氣嘅守護神，當然就會衍生出一大堆嘅周邊產品啦。當然呢個守護神亦都俾劇組巧妙地利用佢嚟創造一隻守護喺Otokaria所扮演嘅呢一位角色 Iru-san 同埋整個 Okinawa Camp 嘅怪獸 Guguru Caesar。順帶一提 Guguru 係 Okinawa Camp 心嘅意思，有如心戰士般嘅守護神獸為咗對抗敵人而設嘅。除咗琉球神話同埋文化，劇組都將 Okinawa Camp 嘅景點，例如那巴市、音樂城、北美加島、中央廣場、著名餐館等，當然唔會少咗 Okinawa Camp 嘅古蹟，例如忠誠城跡、守女城跡等呢啲被收錄喺世界遺產嘅紀錄入邊嘅文化遺跡。特別係呢啲古蹟係代表住琉球王國嘅興建時代同埋歷史，但係最後都逃不過戰爭嘅摧殘惡運，琉球王國就俾日本帝國所侵佔，最後將琉球國統一成為 Okinawa Camp， 結束咗400幾年嘅琉球王朝時代。而呢一啲古蹟咧就成為咗琉球王國留喺呢一個世界上嘅最後一點光輝。因此劇組希望通過 TV 版同埋電影版，將曾經美好嘅琉球王國嘅古蹟呈現喺觀眾嘅眼前，俾更多人知道 Okinawa 嘅魅力。順帶一提，劇中嘅角色 Iru-san， 佢為自己取咗一個地球人嘅名 Hina Iru。Hina 呢個姓氏係琉球王國時代嘅一個地方名，而呢個姓氏亦都係 Okinawa Camp 入邊 No.1 最多人用嘅姓氏。講我對呢一部電影嘅睇法，男主角就如一本人生教科書，俾我哋睇到人生。其中男主角嘅唔成熟嘅氣息，將佢嘅好勝性格完全咁樣喺呢個電影版入邊展示出嚟。佢覺得自己係英雄，所以咧就變得自視過高，卻因為自己嘅自以為是咧，就令到同伴陷入危機，再次否定自己嘅存在而選擇逃避事實。我相信呢個係我睇過嘅 Ultra Series 入邊最廢柴嘅人間體。不過我唔討厭佢啊！喺過去嘅 Ultra Series 入邊，每一個 Ultraman 至少活上5000歲以上，而之內咧就算係喺嬰兒嘅階段，無論係心智上或者係人生嘅道路上，都冇過去嘅 Senpai嚟得咁有經驗，會好勝，會自我膨脹，會懦弱，會自責，會
會逃避，嗱係一個年輕人嘅必經階段。我哋都後生過，都做過唔少錯事，犯過唔少嘅錯，呢啲都唔重要，只要知錯能改就事莫大焉。最終男主角好似好多年輕人咁樣跨過咗各種障礙，超越自己，成為一位獨當一面嘅 Ultraman。我哋要懂得自己嘅渺小，先可以變得強大，唔好永遠覺得自己係孤軍作戰，因為喺我哋嘅身邊總會有同我哋共同歷練嘅同伴，我哋並不孤單，因為有愛護我哋嘅親人朋友喺度守護緊我哋，秉住自己嘅信念，就算有啲咩困難咧都能夠突破。相信呢啲就係劇組想通過電影版將呢啲 message 帶俾我哋。呢部電影嘅導演就係大家所熟悉嘅 Sakamoto Koji。講真嘅，當初由佢嚟執導《Judo》嘅 TV 版嘅時候咧，都算係令我跌晒眼鏡啊！憑 Sakamoto 嘅實力同埋經驗 ，suppose 唔應該會將呢一部作品拍成咁嘅喎。屬於佢嘅特色風格，幾乎喺呢一部 TV 版入邊咧係睇唔到啊！當然劇本家亦都冇將 Judo 嘅設定充分發揮，以導致成部作品虎頭蛇尾。因此當呢一部電影發布嘅時候咧，我係抱住冇太多高期望嘅心態咧嚟觀賞呢一部電影嘅，冇諗到比預期中好好多啊！Sakamoto嘅風格咧又再次重現，除咗 Judo、OVO、Yakura 同埋新 Heisei Series 嘅大佬 Zero 都一齊登場。Anime 劇中竟然邀請咗國際巨星成龍大哥嚟同大家一齊同台演出，唔單止係國際巨星，同時劇中都揾到幾位 Ultraman fans 所熟悉嘅演員翻嚟客串呢一部電影，仲有電影尾聲嘅經典一幕，係咪好想知道呢？我先唔話俾你知啊，乖乖地去睇部電影啦。本作最大嘅賣點莫過於係戰鬥部分，無論係節奏感又或者係流暢度咧，都表現到非常好啊，而且能夠將 Judo、OVO 同埋 Zero 嘅所有形態深挖展示出嚟，就連暴走 Judo 同埋光輝 Zero 咧都好巧妙咁樣展示喺銀幕前，有驚喜真係有意思。比較可惜嘅係 Mega Royal Master 嘅呢一個形態咧並冇發揮嘅空間，不過成個嘅戰鬥過程可以講係被觀眾大飽眼福噶，無論係同機器怪獸對戰，或者係酒館入邊嘅大亂鬥，甚至係最後嘅 boss 戰，睇咗真係爽。By the way，劇集版 Ultraman Tsunade Negai，你問我對呢部電影會打幾多分嘅話咧，我會打7分。本身呢一部電影咧可以講係超出我嘅想象，各方面都 control 到幾好下嘅，特別係個打鬥嘅部分，絕對可以用過癮呢兩個字嚟形容啊！比較可惜嘅係成部電影入邊嘅男主角戲份實在太多啦，其他嘅重要角色咧就淪落為可憐嘅配角。好彩新角色嘅戲份咧都算唔少，畢竟成個故事都係因佢而起嘅，當然亦都係因為佢而喚醒咗男主角嘅真心。正如呢一部電影嘅標題，因為大家想將自己嘅諗法、信任、信念、心意傳達俾男主角，令到迷失自己嘅佢連結到大家嘅心願而重新振作，揾翻自我。雖然男主角要以真正嘅姿態出現喺我哋嘅面前，你可能仲需要一段好長嘅時間。畢竟 Ultraman 係需要活上5000年以上先能夠掌握自己嘅能力，巨大實體化。不過呢一部電影都算係為 Ultraman Judo 系列做一個總結，為佢畫上咗句號。我哋今日嘅影片咧就到此為止噶咯。以上咧就係我對劇場版 Ultraman Judo Tsunade Negai嘅觀後感啦。唔知道大家有啲咩睇法，還是有邊一 part 我係冇提到嘅咧？不妨喺個影片下底留下你嘅 message 同我 share 啦，好唔好？最後如果你係喜歡呢個系列嘅影片，幫手 like and share，唔好忘記 subscribe 我嘅 channel， 再撳下隔離嘅 long long， 去 Facebook 啦，如我嘅 fan page， 再到 follow 嗰度撳 see first。每當我有新影片出街嘅時候咧，你哋將會成為第一批收到風嘅觀眾啦。所以真係，麥得呢？